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由我新鲜到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今日增加42112个本土病例，另外 Novavax 疫苗明仔载送到为上近7月7日开始做。国民党派出女性的前立委瓜志温来参选高雄市长，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但期卖也表示欢迎。去年6月底，台中7岁囡仔去互教练涉27届落尾分袂过身，法院宣判教练就要关9年，不过家属认为这判刑判了伤过轻啊。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2112个本土病例，中重症呢有227个，死亡个案有85人。这死亡人数也出现一个月以来上界低数字。指挥中心表示，后礼拜日个死亡人数有机会伫100个以下。另外，6个月到5岁囡仔做的这个莫德纳疫苗，本地明仔载送到位，说因为这文件有问题，淡薄去签到。另外，咱台湾家己买的 Novavax 疫苗，明仔载会有504000吨送到台湾，上近7月7日就当开始做咯。Novavax 疫苗真正要来啊！咱国家 COVAX 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所购买 Novavax 次单位2倍疫苗，30早起有头一批50.4万份运到通机场，上近7月7日开放民众注射。提供的对象是18岁以上的民众，那是1、2剂基础加强剂，第1次、第2次的追加剂的接种，那每剂的接种是0.5毫升。原本也有莫德纳幼儿疫苗，一伫30早起到位。因为文件有淡薄问题迁延，这款疫苗主要提供6个月至5岁的细汉囡仔注射，较少款副作用包括发烧、爱困。按过若是发烧超过48点钟，有严重过敏反应，像讲喘气困难，爱赶紧就医。就是会脸色苍白、冒冷汗啊，没办法吃东西、倦怠。这些症状其实不一定是心肌炎，但是对幼儿来讲，家长必须要注意有没有这些心肌炎的非特异症状。新冠本土疫情29礼拜3新增加42112个本土病例，敢若台中病例数超过6000，中重症227个，死亡有85例。后礼拜单日的死亡人数应该会100例以下。已经有部分的天数其实都有在100例左右或上下哈。那当然，如果说七月的这个礼拜过后，这个稳定的在低于100例是有可能的哦。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各单有49万外的12岁以下的儿童确诊，爱小心儿童并发多系统发炎症候群，简称 MIS-C。台大病院到即马已经收治15个 MIS-C 病例，提醒家长，囡仔感染了后6礼拜内，若是出现发烧、合并出痱、活动力降低、就减少这个症头，都要提高警觉。国外报告它的死亡率大概是2%，有没有后遗症取决于说你是不是有快速的诊断跟治疗。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7月7日开始，机场、港口、航空机组员等4类对象开放注第4剂疫苗。为了维持国内防疫量能加有效控管风险，7月开始也维持挂嘴암即马这个防疫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高主的疫情，当咧全世界摊开，美国卫生单位今仔宣布，会随加56000吨的这高主疫苗送到各传染区。另外，咱台湾最近也出现一个高主病例，专家也提醒讲，这高主是特殊的疾病，除了爱挂嘴암接洗手以外，也会当透过证书来预防。加速来生产高株疫苗，因为高株疫情一直传到全球，代表即间全球唯一核准的药厂机器一直运转。即间药厂的订单是满，因讲会赶紧来赶实，有信心会使满足全球高株疫苗迫切的需求。因为像是美国就已经超过300例的高株案例。In animal testing, we have shown, or this vaccine have shown to be 100% protective against monkeypox. And that's what you can show. 美国卫生单位2号宣布改变过去，敢提供疫苗，予正式有接触到高株病毒的民众，即阵会马上发放56000剂的高株疫苗到各传染区，数量是即阵发放总数5倍。由台湾最近也出现一个境外移入的高株案例，专家提醒，高株除了有发烧、脑、听这症状，较特殊的是会出现看下的情形。飞沫传播原则上，我们要预防就是戴口罩，然后手套，然后勤洗手。原则上呢，大概就可以能够
预防这些飞沫传染跟接触传染的可能。除了基本的防护做法，专家建议会使注射天竺疫苗，算讲是有效益的有效的做法。也认为对着40岁以上有自贵民众，虽然有交叉保护，嘛要观察是毋是有疫苗减弱现象。40岁以下无自贵民众，是毋是拢需要做？是决策者应该提前来部署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市长的选举，国民党派出女性的前立委关子温来参选，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陈其迈也表示欢迎，希望讲伊会当来体会到这高雄人的热情。关子温也讲，希望高雄的选战会当来一场君主之争。明天10点钟就已经出现在高雄高铁了，左营就可以看到我了。嗨，我来了，各位。向高雄选民拍招呼，屏东出席的前立委郭启温得到国民党提名参选高雄市长，要争取连任陈其迈。知影国民党可能提名郭启温，为中有话表示欢迎。那我想远来是客啊，那我相信他来了以后就会体验到说高雄人的热情，所以我可以感受到某种程度的温暖，好吧？所以呢，我也非常用温柔相对。所以呢，大家会是来是一个君子之争。我觉得高雄已经很热了，所以说呢，如果市长能够展现这样的一个气度，很多人想要蹭的，学暖男市长的风范，好不好？两人先礼后兵，已经闻到小可火药味。顶一届陈其迈甲韩国瑜高雄市长选举，因讲是迄时阵全国上热的选战战场，媒体传播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出席媒体郭启温承认，除了靠议员参选人协助基层组织陆战，未来政见也是靠控制媒体宣传。因为媒体都很现实，好，所以呢，无论如何，为了要看到各位媒体，我一定要让这场选战打全国都看得到。不过，郭启温讲政见未有前市长韩国瑜提出爱情摩天轮，另外质疑是要甲韩国瑜切割。郭启温强调，有家己的政见，不是切割。就我觉得每个人也不用特别在这边不断的强调说柯真跟韩国瑜到底是如何。各位性别不同，发量也不同，好不好？当然很多都不同。今天是柯真要来选高雄市长，一切都只对准柯真过来。伊表示，下礼拜就搬到高雄，竞选团队也在调查当中，进行伊个伫台北拜会过在地大脑政治法院长王金平，未来也拜会中亚中等有意参选同志，希望整合南亚力量，和高雄绿地变蓝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中常会今下晡提名前农委会水利署标管处一个处长呢，一个谢福宏要来拼年底苗栗县长选举。不过，积极争取党内提名的苗栗县议员张东锦下晡表示遗憾，强调伊会选到底。另外，民进党的苗栗县长参选人徐定真也表示，无论对手是甚么人，伊拢会尊重，也会照家己的规划去行。牵手话口后，国民党中常会宣布提名前农田水利处苗县处长谢福宏出征年底苗栗县长选举，极力争取希望得到党内提名苗栗县议长张东锦。只发表声明表示感觉遗憾，不过也强调无所畏惧，参选到底。钟议长花了很多的时间，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个在这个短时间要他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也相当体谅的哈。所以我们会这个朝最大的目标，好跟他的周边的朋友先沟通一下。国民党苗栗县长提名决定，参选人谢福宏也发声，国民党正是无分裂的本钱。张东锦是批评党中央搁一摆以特殊形式提名苗栗县长参选人，因认为应该透过公平、公正、公开初选机制，这样让所有人心服口服。民进党苗栗县长参选人徐定真表示，无论对手是什么人，拢会尊重，会继续按照家己的步调来行。后续可能还有一些纷扰吧，毕竟议长现在也确定要参选到底哦。那不管怎么样那我都尊重。其实我的对手是我自己。苗栗县长拿着参选人已经决定好啊！伫假期市，民进党选对会建议定调，现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李俊熙参选，国民党是提名黄敏惠争取连任。中华县长选举部分，面对民进党要提名同款是女性的王秀芳，国民党现任中华县长王惠美表示，若建议好的人才参加宪政，会继续争取乡亲的认同。宣称中华县长魏明国甲政治法市长柯建富拢积极争取提名，不过在民进党选对会决定了后，拢表示会全力辅选王秀芳。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禁止台湾招办，各县市拢希望讲会当来变外销。顶礼拜五，屏东县长潘平安有甲日本上届大经的养殖业者视讯通话，也讲若准顺利者，希望会赶紧来进2-3栋招办去到日本。不过本地今仔早起要举行外销日本记者会，说是临时取消，是风声讲高雄也想要卖招办去到日本，才会互因临时取消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讲，这是一个假消息。屏东县也驳回讲，日本迄边是针对介绍运费怪计算，外界千万唔通乱用。中国政情已验出禁药为理由禁止台湾石斑鱼进口，全国石斑产量占5成的屏东县换拓展日本市场。顶礼拜五，屏东县长潘平安甲日本上大养殖业者林信平视讯，希望赶紧进口2到3吨的第一批石斑鱼到日本。原定是到县府要举行消息记者会所向法庭，传出是高雄也想要争取外销石斑鱼，和屏东县甲日本的计划发生变化。这个是错误的讯息了哈，我们跟中央在整个石斑鱼的这个拓展国际市场都会密切的合作。陈其迈强调，为帮助渔民，国际县政府拢斗阵努力拓展其他市场。屏东县府也澄清，是日本方面对运费未计较爱个精算，在延后记者会外界唔通乌白药。双方都认为有很高的合作可能，那但是因为日方还必须就整个价格啦、运费啦、时间去做详细的一个精算跟评估。做生意就是这样啊，就是对吧？像我们之前卖中国大陆或外销其他国家，你就是还有一些细节还没有到定案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变数啦。国台办自较早起，阁表示最近各位2批台湾石斑鱼当中检出禁药，说明问题根本拢无解决。农委会回应最近无石斑鱼外移运到中国，而且已经提出检验合格证据，中国提不出科学证据，也无遵循国际规范，互人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外交部自备暗示伫推特强烈反对台湾这2天伫太平岛的军事演习。咱的外交部强调，南海诸岛甲太平岛拢是咱国家的领土，有权利伫咧相关海域进行操演。而且菲律宾新任总统特别就职典礼30日来举行，但也未是受到邀请。中国这边是会宣布派出讲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来出席典礼。国军最近进行多场的操演，展现捍卫国家甲守护安全的决心。不过，菲律宾外交部2暗时却是伫推特强烈反对台湾2甲2伫太平岛附近进行非法实弹演习。菲国表示，拥有2个岛，也就是太平岛的主权。外交部是回应，咱国有权进行例行的操演。南海诸岛与太平岛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我国对于南海诸岛与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的相关权利不容置疑。我国有权在太平岛以及相关海域进行例行性操演。我方于每次实弹射击演练前都有事先通知相关区域的国家。菲律宾讲，台湾行动增加会进一步升悬南海紧张的情势。不过，事实上，南海争议不断。菲律宾顶礼拜才终止甲中国的南海油气开发合作协商，算是坚守2016年的南海采管。总统当选人小马可仕30日举行就职典礼，中国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率团来出席，显见对中菲关系的重视，也不利有伫美中角力中积极的友好意味。王岐山副主席此次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专程赴菲出席马克思总统就职仪式，充分体现了中方对菲律宾和中菲关系的重视。这是王岐山在南韩总统就职了后，搁再率团来出席。另外，咱方虽然早就向菲律宾表达出席典礼意愿，不过到即阵拢无收到邀请。外交部表示，自菲律宾代表处已经把总统蔡英文的贺电转予小马可仕，也另外找适当时机向小马可仕来表达祝福。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去年6月底，伫台中有一个7岁查甫囡仔，伊伫咧上溜道区的时阵，去互教练摔27届，落尾重度昏迷，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台中地方法院经过1年外审理，今仔日宣判这被告姓胡的教练就要关9年。囡仔的老母认为讲，这判决判了伤过轻，强调一定会去上诉。
台中丰原7岁姓黄的查甫囡仔，去年伫台中市柔道馆学柔道的时阵，互姓胡教练当下17摆，重度昏迷，住院抢救70天，依然无救。法官经过年外审理，认为姓胡教练无教练证，也无注意个别身体状况是不是真无适当的训练行为，佮加上一直无承认犯行，而到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人以死罪，一审判9年有期徒刑。查甫囡仔妈妈认为判伤过轻，一定会上诉。我情何以堪？你从头到尾，你真的一点反省都没有，所以对这个9年，我没有办法接受。儿童福利法的话，还要在家中行者，可是你今天判决了9年，如果我再关了一半，倒在假释，这样子我儿子的生命到底算什么？这代志发生伫去年4月2日，台中地检署6月7日起诉姓胡教练，6月29病院宣告查甫囡仔不治。检察院是伫今年3月17通过纠正台中市妇甲体育署无承认监督管理责任。台中地方法院是伫查甫囡仔过身满1周年时阵做出判决。黄妈妈除了对行动表达不满，也希望台中市府应针对囡仔课后活动的环境素质定出一套规范，唔通互悲剧搁发生。教育局强调已经深心检讨改进。学校校园场馆以及市有体育场馆都定有相关的使用管理办法，来依照这些法令来办理审核、租用跟管理使用相关的机制，以有效的维护来参与活动的民众安全。市府表示，已经要求社团活动指导老师应该优先请校内老师担任，也就是外聘符合一定资格师资。运动监管要审核造就管理使用等规范，应提供依循，把关活动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罗东分局有一名姓陈的警察，利用家己是警察的身份，将2个老大人骗77万，去互检方依照贪污罪起诉，一审判10年，上诉2审了后，合议庭考虑到这个警察有和其中1个人和解，不过伫咧宣判进程还未赔偿，今仔日是改判9年11个月。祭拜和警察局表扬罗东分局公正派出所前警员陈教廷，因为伫心助人，捌得到温暖的警察美名。不过，伊知法却是犯法，去年利用这部机会骗取180岁姓林的合人人37万块。计无到2个月，以执行和抓票任务，又以协助保管金钱为理由，用90多岁姓陈的老先生骗提40万块。2件牵涉贪污的案件，也互检方依照贪污罪改起诉。案件上诉到2审，法院离告判伊9年11个月徒刑。他有达成和解，但是他还没有实际开始履行，没有办法认定说被告是不是确实有赔偿被害人的诚意，所以只有就是酌量的减1个月而已。甲宜兰第一审合并判处10年徒刑，被告上诉2审刑期减少1个月。合议庭指出，考虑被告无前科，已经认罪。做警察时常常记供家长，并且在审理期间甲4人的被害人达成和解。不过宣判进程也无实际赔偿对方，所以讲只有考虑情形、小可减刑，专案会使上诉。在整件案子里面，其实是我觉得有一些情有可原的地方啊，但是他有没有被拿出来被审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陈教廷律师回应，等待收到判决书了后，会甲当事人来讨论是毋是要上诉。另外，伊不讲是为着替老爸来行这步，一时失去考虑来犯法，虽然案发了已经离职，也是爱为家己所犯的错误负起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犯着海军纳瑞南贷款诈骗案的庆富集团总裁陈庆南，一审2审拢互认定，伊标着这总价要到350亿的标案了后，就甲银行贷款骗63亿，案件判25年，也爱罚1亿500万。专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伫今仔日驳回上诉，依次原判决。专案伫咧2014年国造纳瑞南计划启动，庆富集团用352亿拍败大船公司标着海军纳瑞南的案件，会制造6只纳瑞南，却用假交易的手法向银行贷款骗钱。另外，陈庆南的太太陈罗娇霞也去互依照公司法判刑1年6个月。还有一个被告就是陈庆南的后生陈伟志，目前当咧界通缉。新北市三重埔境透早一栋透天厝发生火灾，有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消防员初步了解是，这个导火所在是伫2楼新明厅，将有可能是电线上过旧，才会引起烧拍电火灾。不过详细原因还佫当咧调查。
徛过2楼导火，一直庆火出来，上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牵水伞拍火。代志发生迄当阵，住伫1楼厝主的丈母走到厝外喊救人报案，因为还有厝内人伫咧厝内。小孩子在3楼啊，我女儿已经上去救孩子，她本来是没有事的。等到事发的现场，厝烧甲规间乌麻麻。卫疗人员伫咧现场勘查采证，火警是发生伫咧2高透早拄饭点的时阵。徛过一家火啊4个人是住伫咧新北市三重埔这间透天厝。上局初步了解，导火所在是2楼的神明岛啊附近，可能是因为电线伤旧才会烧破电。不过详细原因还佫会调查。这间厝的3楼是铁皮搭的，徛过即个一个出入口，内面还有真侪差的装潢，而且囤真侪物件。会拖甲真紧，要逃生真困难。他们3楼是铁皮屋的一个隔间，没有对外的窗户，所以他们在逃生的时候，逃生是3楼的后侧是没有对外窗，可以做逃生。我们消防人员也没有办法从外侧进入抢救。厝主甲伊6岁孙，迄当阵伫咧3楼当人救，厝主的查某囝也随自2楼走到3楼。不过3个人被救出来时阵，规身躯真侪所在烧烫伤甲砸伤，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急救了，即个厝主的查某囝恢复性命现象。这场大火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上局提醒讲，火灾容易引起烟弹效应，消防器一个高根会走向顶头去哩。所以若是徛过是较低楼层，除非情形真特殊，大火要逃生的时阵，尽量向下骹走。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新闻，北约组织峰会自932天伫马德里举行，针对着乌克兰战争的局势发展，北约认定这罗西亚是直接威胁。不过，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北约内部确实有无同款的意见，就无亲像讲罗西亚是威胁遐尼直接，颠倒是用体制性挑战这款含糊的讲法。中国军机战舰扫描台海周边领域，引起台湾、日本等西太平洋国家外交有地缘政治联系美国高度关切。第一摆得到邀请参加北约峰会一含代表，也有带头地为美国，主张在北约的新战略概念当中，比较俄罗斯以鲜明强烈的话来形容中国威胁。另外，英国也第一摆表态，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不过，也是北约重要成员的德国甲法国，除了地缘政治思考甲英美两国无同以外，搁对中国有真大的商业投资利益，极力反对使用会刺激北京当局之举。伫安尼妥协之下，第一摆讲到中国的北约新战略概念，无亲像谴责俄罗斯军队攻打乌克兰共款，强烈批判中国的军事扩张。We don't regard China as an adversary, and China, of course, is soon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e need to engage with China, for instance,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It matters for the whole energy market. But we are disappointed b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demn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也就是讲，对抗俄罗斯，这是北约成员国现阶段唯一的共识。安尼，北约会大幅扩充快速反应部队规模，为一万4万人增加到30万人以上。首先是东边甲俄罗斯接触火的边啊，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北约计划将兵力提悬到初级，也就是差不多3000多到4000多人。至于后边的德国等地是成未婚责任的国兵将单位，另外各个国军长详细兵力未婚，加任务编组爱到2023年才可能完成。另外一个因为俄乌战争真受关心的议题，是原本列为优化国家的瑞典甲芬兰决定升级加做正式会员。土耳其原本对瑞典加做会员较有意见，不过伫高峰会进前已经表示袂去反对。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法国的国民议会第2届选出有史以来头一位女性议长布劳恩皮维，而且伊捌待伫咧台湾一段时间，是马克宏提拔出来的中间派执政联盟的国会议员。针对着国会分党分派，伊也表示，国会应该爱来回应选民，就算是立场无同款，也是爱合作的。Madame Yael Braun-Pivet ayant obtenu la majorité absolue des suffrages exprimés, je la proclame président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et je l'invite à prendre place au fauteuil présidentiel. 伫全场拍扑声中，布劳恩皮维2摆伫法国国民议会的投票，以242票得到绝对多数当选议长。
这是法国历史上头一个女性坐到这个大位。伫这进前，欧盟当中敢若剩法国甲斯洛伐克无出现过女性的国会议长。C'est un grand moment de la vie démocratique de notre pays. C'est l'aboutissement d'un long chemin de l'égalité entre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sur le plan institutionnel. Il y a encore beaucoup à faire, mais là nous venons de franchir une très belle étape. Et puis il y a beaucoup d'émotions personnelles, évidemment, parce que nous venons de vivre un moment aussi très républicain, et je crois. 现年51岁的布劳恩皮维，伊阿公阿嬷是东欧犹太人，本身是律师。伊捌对伊造成的翁婿带过台湾甲日本。政治方面，为2016年开始，偏向迄个时阵担任经济部长的马克宏所创立的中派自由主义政党共好前进，搁伫过当年头一面当选国会议员，当时担任法律委员会的主席。今年4月，马克宏连任总统成功，伊互伊提拔做法国的海外领土部部长，不过敢若担任1个月，就代表执政党复兴党投入19所举行的国会大选，再一次当选。不过马克宏所带的中派执政联盟无法度得到超过一半的席次，形成分裂国会。对这代志，布劳恩皮维伊是讲，国会应该爱回应选民，准讲立场无同，嘛爱合作、爱辩论，毋是冤家。顶个月，马克宏则拄啊任命博纳做总理，这是31年来头一个女性总理。记者综合报道。南亚国家斯里兰卡经济危机一直在清悬，因为因库存的汽油已经用到大落。政府宣布未来2礼拜只有公共运输甲医疗单位有油通好用。民众是听了气不批评政府无能，甚至有一寡人想要坐桶啊偷渡去到澳洲，出去互海军抓落来。 අත්‍යවශ්‍ය සේවා පමණක් පවත්වාගෙන ගොස් අනිත් කටයුතු තාවකාලික වශයෙන් අත්හිටවීමේ වැඩපිළිවෙලක් තමයි ක්‍රියාත්මක කරන බවට කැබිනට් මණ්ඩලය තීරණය කළේ. 科伦坡的加油站前车也是排真长，不过听到斯里兰卡当局下令，未来2礼拜油敢若提供予火车、公车、运油车也甲医疗用途使用，真侪人拢真生气。 මේක බලවත් අසාධාරණයක්. ඒ කියන්නේ මේ ඉන්ධන අත්‍යවශ්‍ය සේවයක් විදිහට මිනිස්සුන්ට අත්‍යවශ්‍යයෙන්ම මේක පරිභෝජනය කරන්න අවශ්‍ය වෙනවා. මොකද ඉන්ධන නැත්තම් මේ රටේ සම්පූර්ණම ක්‍රියාකාරීත්වය අක්‍රිය වෙනවා. 民众大骂政府无能，才会予百姓过这种生活。斯里兰卡目前面临独立以来上界大的经济危机，外汇存底伫要无下，已经无法度应付粮食、燃油这些物资的进口，也无法度还今年到期70亿美金的外债。目前当咧甲国际货币基金来协商纾困计划，为了节省支出，当地学校被迫停课，改做线顶教学，公务人员也通知伫厝的上班，即晚连出门交通都有问题，民众真不满。 මම ටූරිසම් කරන්නේ මගේ වාහනේත් තිරක හවත් නැත්නම් මට එන්න දෙයක් නැහැ කොළඹට. මොකද බස් වැඩ කරන්නේ නැහැ. බස් එන්නේ නැහැ කියලා කියනවා. දැන් රජයෙන් කියනවා නගරාන්තර දුවන්න එපා කියලා. 有未少生活有困难的民众偷渡出国，想要找生路。斯里兰卡海军礼拜1半暝，就伫个西部海岸查到一只载满偷渡客，想要去澳洲的船只，有掠到47个人，其中包括7个囡仔。过去2礼拜内，已经有120外人无成功，互人查落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讲到今年热天，这日本是偏台北搁较热，昨东京已经是连续第4天，这温度超过35度啊，是这要到150天来上界热的6月。另外，伫南欧的意大利，这温度也升到44度，意大利中北部的酷寒是愈来愈严重。 离北北华中到12点，温度计显示东京的温度要到摄氏36度，这是连续第4天温度超过35度。不过，这么热的天气也会继续落去。日本气象厅预测30个上悬温度是36度，7个初一8号是35度。自20到26，日本已經有4551個人調査送病院，一半攏是士大人。急に停電すると自分たちの生活は困ると思います。で、これ以上もっと暑くなると。 もう注意報じゃなくて本当に警報の域に入る本当にそれは現実で起こるんじゃないのかなとは思います。 这是日本自1875年以来6月份上严重的连续降温的天气。东京都政府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大部分的电火、电梯拢暂停使用，因为当局警告讲，未来几天电力的供应会真严。另外，在澳洲、意大利这个所在温度计显示摄氏44度，尤其是咧热甲挡袂了，大嘴伫啉饮料、提水向生活顶看。除了温度清悬，意大利也有真侪所在发生酷寒，溪水也有水库拢打去。Certo, c'entra anche il cambiamento climatico.
drammatico. Roma vale la pena, sempre e comunque. 意大利北部的湖已经是史上上低点较低，或者是挖历史上低点。中部的天然水库水位也快速下降。中部的台北河是几多年来低点，按年内河的水位已经减半。意大利历史重镇罗马帝国所在地拉齐奥地区，顶礼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看水管压花，也个管小型的游泳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行政署长陈家钦提早退休，由现任的高雄市警察局长黄明昭来接任。下晡内政部也颁发新的人事命令咯。这个接的部分呢，伫明仔载就来进行。根据了解，黄明昭受到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肯定，捌做过刑事局长，做刑事局部20多年。这届人事安排是由苏贞昌和总统蔡英文做会决定的。我下午接到通知要接任警政署署长。结束任内最后一摆市警局就务，甲退休员警翕相，现任高雄市警察局长黄明昭特别感谢同事协助，马上到市政府甲陈其迈道别，伊将正做第4回高雄市警局长升级的警政署长。警察工作就是这样子随时接受到上级的一个指令，我们该往哪边就要往哪边来投入工作。那我们都随时24小时 stand by 了现任警政署长陈家钦提早退休，内政部公布上新人事案，正式黄明昭接任署长。根据了解，黄明昭人事案由行政长苏贞昌甲总统蔡英文共同决定。伊今年60岁，是中央警察大学政科51期毕业，也是警大犯罪防治学的硕士，担任过台北市刑大大队长，也担任云林县基隆市警察局长。调去高雄进前担任刑事警察局长，也因为刑事专才，互陈家钦指派到高雄坐镇，强化地方治安，伊资历员工是真完整。尊重中央的人事的安排，那2方面我们也会跟中央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协调。陈其迈讲，黄明昭伫高雄担任局长1年5个月，防疫或者是伫安慰好拢真用心。伊作为警察局长3年的接替，伊讲权责伫中央，毋过会建议中央以适合高雄竞选为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今仔开始施行啊！规定这游览车司机对报到到行程结束，一个司机赛车是袂当超过11点钟。游览车客运工会专联会表示，欢喜看到这法规有明确的界定，会当避免司机过劳，也会当保障赛车安全。2017年，台湾会旅行社游览车伫高度冰车调查发现，驾驶除了超速以外，为早起8点06分出门，到暗时8点57分出代志，已经是疲劳驾驶。过去法规只规范游览车驾驶手压含到路面超过10点钟，毋过食饭，或者是停等加做运行工时，法规有无清楚的所在。交通部修法了后，为即么开始驾驶为报到到勤务结束，免超过11点钟。所以有了工时规范之后，那对这个驾驶员的招募呢，也会相对容易，同时对安全性也会提高，驾驶员安全，客人更安全的回到家。工会认为，新制上路除了防止驾驶过劳，也避免旅行社安排行程伤过严，明确规范驾驶的工作时间，也判除外界对游览车司机袂当歇困的影响。起因更较侪新人加入游览车产业。公路总局表示，过去都针对常常违规、评价无好的旅行社业者，或者是并定类游览车业者联合稽查。即么开始，民众或者是旅行社做游览车，若驾驶为报到再起到行程结束超过11点钟，相关应罚9万。不要说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去出门了，然后晚上还要去夜市，从早上驾车一直工作到深夜，驾驶陷于疲劳驾驶的那个状况。旅游业分析，较可能超车行程是北高一日来回，或者是山区景点一日游行程，可能调整行程，或者是协调车行。其中换一摆驾驶，毋过驾驶薪水未互租车介绍有大幅度的变动。这是最近尤其一直起，可能影响游览车车钱比过去起1到2成。记者综合报道。
我出门上班，行这国道3号，经过这中和甲土城交流道的时阵呢，常常看到迄有车要落去交流道，煞拢塌倒起来情形。交通部高工局拍算要伫这两个交流道之间，搁开一个新的交流道。虽然附近居民是真反对，烦恼讲这施工会影响到环境。上届烦恼的时阵是开一个交流道颠倒塌搁较严重，不过这个案件已经通过环评审查了。 空袭机飞起来翕到毛笔的树林，经过树林，国道3号就伫眼前，对着高公桥拍算伫北土城遮来兴建新的交流道，在地有民众反对，离到下晡来到环保署求布条定情，烦恼除了施工期间可能带来环境的冲击，更加积极增设北土城交流道，会制造更加严重的塞车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你现在的计划只是把中和跟土城塞车的车辆挪来这边，然后更塞车。原本2个点塞车，现在变成整个路线都塞车这样。下晡案件进行线顶的环评大会审查，有委员关心交流道设置离往小街距离一般是10几20公里，这所在是不是密度伤悬？高公局指出。 北土城离土城交流道2.9公里，离中和3.05公里，坦白讲是较密。不过在避免当地西路上国道、环河国道的塞车有设置的必要性。2个交流道的车流做一个有效的分流，可以避免拥塞，缩短车辆的旅行时间，那减少拥塞。 虽有民众反对，也毋过环评委员无反对意见，只要环评大会决议案件修正通过，也毋过开发单位也提悬台北市话甲翡翠市话监测的频率，若是有冲击，应该采取回避也是减轻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伫咧网络顶头有一段影片，是一个便利超商的店员甲人客包裹用甲密密麻麻。这间超商表示讲，这个店员是伊的个人行为，也甲做处罚啦。台南市消保官认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犯着刑法的损害物品罪，也爱担起赔偿责任。 超商店员甲包裹摕起来，就平对被烫起。另外一段画面佫较喊，甲民众包裹平伫涂骹，佫用脚去打，即寡乱摆行为全部拢叫翕落来。最近这画面走漏，民众看了是真害头。民众的一个权利，应该不是这样子任意的去游玩这样子做。如果是我的包裹，我可能会拒绝签收吧。真的很夸张，怎么可以把顾客的包裹全部乱丢，然后放在马桶里面？不只要 惩处，而且一定要给社会大众要给一个说法啦。因为疫情关系，民众接替网络顶头买物件，不过超商店员却出现一款乱布行为。记者是制造方这间超商，这店内还佫放真侪包裹等民众要来领。总公司表示，这个案件发生伫1个月前，也已经处罚相关的员工，也会加强员工的教育。其实这款乱布行为也已经犯着刑法。目前的话，跟顾客已经取得共识跟谅解。那针对这次的突发事件，已经违反了我们服务的原则，那也针对该事件的员工进行了惩处。故意的话，已经触犯刑法第354条的毁损一般物品罪，同时要负起民事的损害赔偿责任。 消保官也建议民众若准去超商领包裹的时阵，发现外观密密麻麻，会当拒绝紧领，而且也赶紧通知这寄的人随处理。若准已经领，建议伫咧拍开包裹的时阵，应该专停录影。若准发现内面物件有损害，就要随来通知寄的人，由寄的人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环保署的统计，2010年台湾总共使用41个用一届就瓶的饮料杯啊。为着要减少粪扫，对7月初开始，政府规定连锁饮料店、便利商店、素食店，也搁在超商4大通路，爱互家己炸杯啊去缀民众，上无俗5块。 烧热的天气，真侪人拢会来一杯冰凉的饮料。环保署推广消费者自备饮料杯的政策，自7月份开始，连锁的饮料店、便利商店、素食店加超市，拢需要提供至少5块的优惠。若无遵守相关，会当罚加6000块。生物盐嘛，那第二个就是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那也减少了一次性的塑胶的这个废弃物的产生。那同时呢也减碳。 那最后一个就是呢，拿自己的杯子，基本上自己清理也比较相对比较卫生。环保署表示，过去民众自备饮料杯无依无依，伫调查民众意见了后，决定提悬优惠。有提早实施优惠的业者表示，确实有观察到民众自备饮料杯的意愿有增加。
我们目前因为才推广差不多2-3周的时间，所以我们有观察到这个数量有提升，但是我们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去观察。环保署表示，伫提早优惠的店头内底，有业者统计，民众自备饮料杯的比率已经为6%增加到30%。不过，外界烦恼经济推动优惠政策，业者成本增加，敢袂反映伫售价顶头。它因为背带的饮料杯减少了这个一次用饮料杯的使用，也减少了饮料业者的这个杯材的成本，也帮他分担了环境的成本，会持续的来宣导沟通。业者表示，推动自备饮料杯政策上大的困难是民众嫌麻烦，就唔愿意家己揸杯啊，可能需要配合循环杯等手段共同推动会较有效。但是嘛讲对政策是乐观看待。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伫台中清水的青泉国中有一节真特别的课，是教学生囡仔搬光影皮胶戏。对制作戏红仔、写剧本、音乐、讲口碑，学生拢爱家己来。今年参加全国学生戏剧比赛，也摕到第1的好成绩，也已经是连续7年拢是第1了。学校教室关火关甲暗蒙蒙，村宝宝后壁藏一把火，因为台顶当要搬一出好戏。学生12人配角亲身配角，控顶甲现场拷贝。台中的青泉国中今年就是以这出3个愿望配角戏，摕到全国学生戏剧比赛第1，达成7连霸。没有愧对学校对我们的期待，因为一直历年来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学校都是光演系特有，那我觉得我们要传承下去这个精神。剧团不是就是观众看到的这个样子而已，就是后台是非常复杂，那需要很多人去合作，去把它撑起来。啥人啊？是我啦，我文啊！哎呦，阿文哦，问无数啦。口碑讲了水气搁连转，互人料想袂到，这群学生大生完全袂晓讲台语，为着要搬这出光影皮胶，逐工练习，每日磨练，才有今仔日的成果。众人对大台做皮胶到灯光设计、配角等等，拢总家己来。这届会当得奖，学生拢感觉真有成就感。一定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我们毕竟大家都努力了这么久，然后拿到这个成绩，也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其实它不好抄，太大了，它有时候会卡住，然后就是很多地方都需要修正，就是类似转身，我转不好，就是要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结合社区教育，这出皮胶戏就让学生踏入社区照顾时代的经验，用永伯这个独居老人的角色，展现出长辈孤单需要人陪伴的心内世界。幼稚的剧情铺排，得到众人的肯定。校方嘛希望继续来开课，让囡仔大胆开新路，用新眼光来传承传统的艺术表演。记者综合报道。高雄6区的新卫国小今年的毕业典礼是真特别，因为全校干那一个毕业生，一个人就把这个市长奖也个区长奖全部拢包起啊！毕业迄一天，所有的老师、学生、家长，甚至是关区派出所的所长，拢有家来祝福。对老师手中领到市长奖、区长奖，所有的奖拢是伊的，因为张天真是新卫国小今年唯一的毕业生。每天上学，和学弟妹们一起玩乐、聊天，学校就像另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在师长们和学弟妹们的陪伴下，让婷真感到不寂寞。20几年前，我也是从这间教室毕业的。没有想到20年后，我还会回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也是从这间教室。张天真一家伙仔对阿祖开始4代拢是好友，伊嘛对阿母手中摕到奖状，随望全校其他学生甲老师，敢若会当伫线顶观礼。不过连派出所所长拢来参加毕业典礼，全校老师学生嘛准备卡片甲毕业礼物，伊一个人收到所有的祝福。今天我们所长也来喽，所以呢，也带着所有的师长、所长，还有老师们，还有我们在现场的家长以及小朋友，所有的祝福。校长表示，张天真1年时有2位同学，对4年开始全班就剩伊一个人。学校是第1摆敢若一个毕业生，目前新卫国小有36个学生，即马送走今年唯一的毕业生就剩35个。记者陈嘉文、王维哲高雄报道。
人讲有心拍照照照窗，有心开山山成园。今年总统教育奖全国有56个学生摕到奖，其中一个是屏东潮州国中的学生王佑嘉，目前住伫咧机构，有一段时间是真晃动，不过后来伊也是认真拍拼读册，搁伫咧全国科技比赛摕到奖，受到老师甲同学肯定。咱做伙来看。专心配合身躯边的同学，唱出美妙的合音。徛伫正中央的查甫囡仔，就是今年得到总统教育奖的学生王佑嘉。其实我本来是很讶异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只是个做好学生的本分而已。不过我也很谢谢各位老师还有主任的帮忙，才能让我得到这次的奖项。屏东县今年总共有5个学生得到总统教育奖，潮州国中3年的王佑嘉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伊来自一个无圆满的家庭，也捌有一段较搞怪爱佚佗的时期，不过家在有照护机构、学校一路真侪人来甲伊斗相共，嘛互伊决心要来改变，为家己的未来认真打拼。主要是佑嘉自己本身，他在逆境的环境当中，愿意积极认真努力，然后呢，在学校里头也参与很多的社团活动。回到那个机构里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愿意花时间，然后呢，就是自己读书。他非常积极进取，包含他的课业成绩，也不会因为他家庭因素的影响，非常积极努力的向上。王佑嘉除了骨力读册，互成绩进步到全校前10名，伊也积极咧参加社团练唱歌，佮要参加全国的科技竞赛，摕到佳作，互学习的过程愈来愈精彩，受到侪老师同学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自从世界大战了后，日本海军留伫咧新竹的第6燃料厂，2014年登录做历史建筑。阳明交通大学自2018年进行着燃料厂的自站计划，希望用技术加历史的角度，向大家绍介过去故事。用地图画出第6燃料厂所在的区域，参新竹市民平常时的生活有啥物牵连？佮有利用多媒体讲故事的方式。希望带民众找出过去的记忆。经过新竹的科学园区，然后就到这个阳明交大的竹湖。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阳明交大就在这个六燃的这个边角上。可是再往前走，就到了清华大学的成功湖。清华大学的成功湖其实就是在2战时期的所谓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的这个整个的腹地里面。阳明交通大学艺文中心指出，燃料厂参新竹科学区其实有真密切的关系。当年厂区所在的范围，就是即马连接新竹市中心参科学区的主要道路用地，会使讲是见证台湾经济实力发展。大烟囱厂房现在正在整修，那未来整个场域会是新竹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等于是再造历史现场的活化的计划。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众，他可以共同来参与，共同来关注这个公共的议题。这摆展览是以第6燃料厂大烟囱厂房做主角，希望透过技术的方式，让民众了解过去时代的转变。展览在阳明交通大学艺文中心展出到7月20为止。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推广艺术平权的非营利组织红帽仔协会开3年时间，伫台北市的大良市场内面筹备一个目前全世界唯一一间用艺术做主题博物馆小红柱，希望透过实体展览来推广识别本地观念。草画家甲摄影家甲因对艺术的手法表现伫创作，推广艺术平权的非营利组织红帽仔协会筹备成立目前全球唯一一间以艺术做主题的实体博物馆，2到7天来开馆。官方希望女性对家己的生理甲心理各方面，会当更加了解家己。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是月经议题，包含我们月经贫穷个案的故事、月经污名化的案例。那未来呢，在这个博物馆当中，也会有各式各样跟身体意象有关的艺术特展。红帽仔协会表示，因开3天的时间筹备这间博物馆，而且挑工设伫市场内底，就是希望对8岁到80岁女性，甚至是男性，拢通对艺术更较有同理心。因讲，根据统计，全世界有58%的成年女性认为艺术来，因会感觉歹势，这甲咱的文化、理想、基建等等拢有关系。
因为呢，我们历经各种不同的生命阶段，包括从月经，然后到我们开始这个怀孕哺乳到更年期，我觉得月经对一位生理上的女性来讲，我觉得都是一种祝福。红毛协会表示，博物馆透过观念的了解，佮有一寡文创商品等等，希望大人囡仔通落实性别平等，嘛希望女性袂搁再因为贵事来就感觉解救。记者陈亚李玉凯台北采报道。唔知影你敢捌听过匹克堡这项运动呢？伊的算法是甲棒仔球、羽毛球还个乒乓结合做伙，拍起来乒棒仔球更较轻松，而且需要使用的场地也唔免较大。目前伫咧美国当咧大流行，咱做伙来看卖。球场几多组人当伫对射，因用球拍比拍网球的较短，所用的球比乒乓较大粒，拍法真像倒球，毋过无球刀啊，甲人球网啊，球拍入去家己场内时阵，爱落地一届才拍。这项运动叫做匹克球，1965年为西雅图先流行。迄个时阵有3个爸爸当伫找找一种适合规家伙仔人的运动，所以才发明这种结合网球、羽球甲倒球的拍法。这个名是因所饲的一只狗来取名的。因为匹克球拍起来真轻松，最近伫美国真流行。不管是退休的长辈，还是想要减肥的家庭主妇，拢会当轻松运动。I lost another 10 pounds. You know, it's just amazing. It's just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more active. You know, I find myself I have more energy because I'm running a lot on the court. You know, and it's not very heavy on the body. I found a community here and started playing. And it was kept me from day drinking. So it was a really fun community, and I've met so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一个原本拍网球的少年人，接触匹克球了后，就真爱拍。I told myself, I'm going to first start out with pickleball, and then I'll transition back to tennis since I haven't played tennis for such a long time. But ever since then, I've only stuck with pickleball. 目前全美国差不多有480万人爱拍匹克球，因为拍球的人增加，这项运动开始吸引赞助商举办正式比赛，也有运动频道加入转播，搁较有真爱拍的人当伫推动将伊纳入奥运比赛项目。一个爱拍匹克球的教练讲，这个运动未来有可能变作比网球搁较受欢迎。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还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日人到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